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大卖场各行作业变贵了。昨半暝啊2点外，有5个男女走到24小时营业的家乐福大卖场，伫个车道把这个刹车啊当作是干路，阁有人坐伫个刹车的面顶，然后让其他的人快速来挡驶。啊，伫挡驶过程当中，阁有人想要摕灭火器甲喷，有够危险。结果咧，这个顾客上大，人好的家乐福，家己嘛看袂做理，讲已经收集到证据，准备要甲因告。笑甲规个停车场拢听会到声，浑然个是头尾查甫人将朋友放伫车顶悬，洗甲真紧，袂输是咧耍人体干扰，也有人摕边救命消防管啊，想要对朋友的目睭喷。查甫人最后阁生能力直接甲对方等伫车道顶，才发觉到危险。都这个出来。阁知影伫车道顶恶作剧耍车真危险。代志都发生伫12号半暝2点外，大卖场的停车场内底，5个人将朋友放伫车内底，若是雄有车驶过来，车内底人完全走无路。过程当中，消防官啊，若是热落，恐惊嘛是喷着目睭，加上涂骹无平，都惊车会冰车，内底人若是摔出来，后果就真歹势伤。啊，就是不应该啊，要造成危险，那到底谁要负责啊？只要是车道或停车场，或者是在车子能经过的，你都不能应该在那边玩的。哦，太危险了，内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应该。卖场的车是为着后面将底物件方便，说互少年人黑白母，危害到其他人客使用安全。这回大卖场态度大真硬，也决定提告。将收集相关的证据与监控画面，也会对此行为者依法提出相关的告诉。经欧美系列照片，首先我们滤镜先调成反差暖色，将鸦片抛弃伫网络顶的人就是伊，增加拍哩，佮教人安全翕水当的相片，伊就是将车当作是干路在耍的查甫人。伫社群平台有超过10万买奖。虽然事后伊将鸦片甲态度，也毋过也是闪袂过卖场的追究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